一个好旅伴绝对是一趟美好旅程的重要关键。身旁的可人儿和我有着同样的工作经验，生活中绝对无法接受一成不变。勇于尝试像是共同的 DNA。来到秀姑峦溪的下游，到瑞穗一定要的冒险行程泛舟，我们只需要一个眼神就决定要一起体验。大家好，教练长，准备好先嘛？准备好了。要注意自己的安全。好，有什么要注意的？要划桨哦，你要板的时间做莫走出来，那头莫走出来。张树片按用板，按用划，做我们的按用出来会打动你。知道了，谢谢。按用划桨要注意哦。我会注意，不会打到你。拜托你了，加油！好，加油啊！真的要出发了，我们两个按照教练的指示检查所有的装备。只是秀姑峦溪的水湍急奔腾，我发现心跳开始加速。教练的叨叨絮絮、耳提面命，对我来说变成无法解读的符号。心中暗想，希望一旁的同伴比我勇敢，不仅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也能够适时的注意大家的安全。真的要注意气感跟安全。刚刚落水2次。哦，你给我笑我，你也有落水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没办法讲话，因为我一直在后面看到落水，我觉得好好笑，有一种清新感。好，要注意安全，注意气感跟安全。我们两个都跌下了水，我们两个都笑得好大声。在水花溅起的瞬间，压力全部释放。成功耶！好精彩哦！还好我们有注意，对不对？安全，对，我们有注我们意有气感跟安全，注意气感跟安全。但我们两个还是落水哦，好累哦，好累哦。成功！你不舍得下船是不是？你不舍得下船，真的。他不舍得下船的。成功，成功！一句注意自己的安全是朋友最深的挂念，和熟悉的人一起挑战自我，放声尖叫也是最美的声音。